唔經唔覺，朗逸坊嘅單位咧都賣到七七八八。一房嘅單位咧，尚餘兩間連天台嘅特色單位。今日帶大家睇下其中一間單位，實用面積係277平方尺，一個直廳嘅開席，開放式廚房，採用1開2嘅設計，增加咗靈活性，齊備晒日常嘅家電。雪櫃咧係一個雙門嘅高身雪櫃。下飯廳嘅空間咧，加埋大約都有80平方尺。有足夠嘅空間可以擺到梳化、電視櫃同埋餐台。單位樓底特高，有3.5米，用家咧可以考慮向高空發展。參考一下擺咗家私後嘅感覺，因為高樓底，所以咧都唔會覺得好擠迫。露台嘅景觀咧相當之廣闊，望向西北方嘅山景。睡房嘅實用面積係有50平方尺，都夠位放睡床、衣櫃同埋書台嘅。可以考慮做翻張組合床，利用翻樓底嘅空間，俾大家參考下睡房嘅家私點樣擺位。睡房景觀呢都係望翻西北邊嘅山景，喺房間望出去其實都景觀好舒服。洗手間呢係設於睡房入邊，用咗木系嘅色系，咁天花頂呢係有浴室寶嘅，成個感覺都好配合附近大自然嘅環境。單位最大特色係連埋一個天台，天台實用面積咧係有182平方尺。咁如果你屋企比較多物品咧，咁可以考慮天台做一啲儲物櫃啦。另外咧都可以整啲台凳啊喺度休息，望住個山景咧，其實都幾舒適嘅。如果你中意呢類型嘅單位，就唔好錯過啦，快啲揾我 Walker 幫手。多謝你，拜拜。